啊，感谢参加我这个研究访谈。嗯嗯，我这个访谈因为是在英国阿伯丁大学做的一个研究，就是关于现在生成式模型和艺术实践的关系吧。嗯哼。我就是首先我比较好奇，就是你之前的科技和媒体艺術的背景有没有幫助你使用新一代的生成式模型？係有幫助嘅，因為咧其實我係喺理工畢業啦，香港理工大學啦。咁我其嗯實本身係電腦系畢業嘅，咁咧就我其實係做咗20年嘅 programmer 嘅。咁咧就嚟到英國之後咧，覺得比較無聊啦，就唔想做翻一啲同以前一樣嘅嘢，咁就試下去做創作咁樣啦。咁其實咧有一啲嘅創作意念咧，其實我喺十幾年前已經有㗎啦。咁但係咧就冇乜機會實踐啊，因為當時比較忙碌。咁所以咧就嚟到之後得閒咧，咁就做出嚟啦。咁我嘅喺Royal Scottish Academy 嗰個年度展覽嗰度展出嗰個作品咧，就叫 Nursing Home 啦，就中文係老人院啦。咁其實呢個咧係嗰個概念咧係嚟自我差唔多成20年前啦，就係我當時喺香港嘅時候，就係長沙灣啦，就我個外父咧就住喺老人院嗰度。咁咧就我成日出入老人院咧要去探佢，咁咧就覺得係即係嗰個老人院嘅環境嗰種痛苦啦。咁就有嗰個概念同埋嗰個想像喺度，咁就一路都想做出嚟嘅。一開始咧，其實係諗住係一個 installation 嚟嘅，係一個裝置藝術嚟嘅。但嗯，係咧，其實你知道裝置藝術其實係好高成本噶嘛，嗰個成本係對，好高嘅。咁所以最後咧就喺2年前啦，我就喺度諗，不如試下用 AI，然後用生成式嘅影片去做出嚟啦。咁就所以就用咗 AI video 嘅形式去整出嚟，咁然之後就去參加展覽咁啦。咁其實呢一個Nursing Home 呢一個作品咧係一個2分幾鐘嘅一個生成式影片嚟嘅。咁就係主要係表達即係我對於當時喺老人院裏邊嗰個感覺嘅。咁就已經係展出咗10幾次嘅啦，接近20次嘅展覽。咁就展出咗喺 RSA 啦，即係 Royal Scottish Academy 啦嘅年度展啦。嚟緊咧9月又會喺呢個叫 RWA，即係 Royal West of England Academy 嘅Annual Open Exhibition 嗰度展出。咁呢兩個展覽咧，其實都係講緊成100幾200年嘅歷史嘅，100幾至到200幾年歷史嘅。咁咧就係咯，個即係大致上就係咁樣啦。你有咩想知道關於其他咁樣咧？係啦。哦，就是我昨天是看过你这个 nursing home 的这个视频，我看到多謝。对，有箱子装着不同的风扇，是风扇吧？然后这风扇随着镜头在移動，当时我就比较好奇这个构想是怎么產生的。哦，就係當時我成日去探我嘅外父啦嚇，咁就成日去老人院，咁就感覺到咧，即係一入去，然之後咧2排嘅老人家咧就瞓咗喺度，然之後喺度呻吟，好痛苦喺度叫咁樣啦。咁有啲大聲，有啲細聲，但係有個共通點嘅就係佢哋都喐唔到，而且係震下震下咁樣咯。咁咧就好似一個個箱咁啊。咁所以咧，我就用嗰個紙箱咧去比喻嗰個床位。咁然之後咧，就係嗰啲風扇就好似個老人家喺度喐下喐下，好想好努力喺度喐，但係又叫唔出聲，只係有少少嘅聲音，但係咧就唔會好大聲出到。咁嗰種掙扎咯，其實就係表達。咁係咧，就用呢個手法去表達啦，係啦。
嗯，就是之前就是你也提过，就是其实这个电脑生成艺术啦，从很多年前就有的。然后你在2016年的时候，好像是有一个YouTube 视频 AI Pictures，就生成好多个视频。哦，就是对对对，就是你对机器在创作中所承担的角色的理解，从2016年到現在，感覺有什麼變化嗎？有唔同嘅分別嘅，即係喺2016年嘅時候咧，我就整咗一個 program 啦，就一個程式，咁個程式咧係會自動咧去生成一啲影片出嚟，然後配音啦，跟住加字幕，然之後自動咧將佢放上去唔同嘅 YouTube 頻道嗰度咁樣嘅。咁呢一個 AI picture 咧，其實係我個人即係自己嘅 project 嚟嘅。咁其實唔係好耐啦，大概2-3年到咧，已經係累積咗超過1億個 view 啊，1億個瀏覽喺 YouTube 度，就總共係講緊分開咗10幾個唔同嘅語言嘅頻道嘅。咁咧就當時其實嗰個技術係好初創嘅，2016年嘅時候咧 ，AI 係一種好原始嘅嘢啦。咁當時嘅技術係做唔到而家咁像真嘅，只係將一啲唔同嘅圖片啊同埋影片咧就做一啲 editing 做合成，然之後變成一條片去放上去嘅啫。咁其實嗰個咧係一個純粹嘅賺錢嘅 project 嚟嘅。嗰個咧係我係同 YouTube 係分成，就去分嗰個廣告嗰個收入咁樣嘅。咁其實去到2021年度咧，其實咧已經嗰個 project 其實差唔多已經係完咗㗎啦。就因為咧 YouTube 咧就唔再俾 AI 咧嘅影片咧喺網上邊收廣告費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係啦，嗰個 project 其實去到2021年就完咗，不過就叫做嗰啲影片就仲存在喺個 YouTube 呢個世界度咁樣咯。咁其實嗰個 AI Pictures 咧，其實就同我而家做呢個 nursing home 嗰個 artwork 咧，其實係兩樣完全唔同嘅嘢嚟嘅。不過你話有冇相關性咧，係有少少嘅，因為咧之前應用落嚟嘅一啲技術咯，同埋一啲嘅對於 AI 嘅理解啦，其實對於我之後去整nursing home 啦老人院嗰個作品咧，其實係有幫助嘅。對，就是再轉到現在吧，就是把視角，現在其實我感覺就是無論國內還是，尤其是中國和美國了，這個 AI 技術發展得很快，就基本上感覺是1個月發布一次新模型，特別誇張，這發展速度。有沒有，因為這些發展速度比較快嘛，所以你現在的創作方式是不是也會跟着變化？就比如說之前2023年的時候，還是 ChatGPT，就是拿一個網頁和一個機器人對話，現在大家都在用 Codex 或者是 Cloud Code 之類的，然後 AI 好像無所不能，然後就給一個任務就能自己完成了，在電腦裡自己跑，自己 running。係啊，其實係會㗎，因為咧而家基本上係每個星期都有新嘅模型推出啦，或者新嘅模型嘅更新去推出嘅。咁所以咧，其實但係我對於我嚟講啦，我作為一個用 AI 去做創作嘅人咧，我就唔需要即係將跟隨個科技跟隨得咁貼嘅，跟隨得咁緊貼嘅。而係我自己究竟嗰個想像啦，究竟係點樣？即係我會唔會有一啲新嘅意念係需要用 AI 去實踐呢？定係因為對於我嚟講咧，AI 其實都係一個工具嚟嘅啫，即係我唔一定要用 AI 嘅。如果你有睇我個網站啦，你就知道咧，其實我有好多 work 咧都唔係 AI 嚟嘅，係有一部分係咯。咁所以咧就當嗰個意念嗰個想像咯，係需要用 AI 去實踐嘅時候咧，就用 AI 啦。如果唔需要咧，其實係用其他物件亦都可以做到咯。
不過咧，做 AI 影片咧有一個好處嘅，即係比起其他嘅 work 係有一個好大嘅好處，就係咩好處咧？就係當你去佢係AI 嘅生成式影片咧，作為一個 video work 啊，作為一個視像嘅作品咧，當你去參展嘅時候咧，你只需要傳送一個檔案俾佢就得啦，係節省好多成本同埋人手嘅。即係你諗下，我之前展出過一啲一啲實物嘅好大幅嘅一啲嘅作品啦。咁咧其實嗰個運輸成本係好貴嘅，但係咧就 AI 嘅影片咧，你只需要俾個檔案佢，咁就完成一件事啦。我很務實。就是这些 AI 工具有没有帮助你更好的探索一些香港的记忆，还有属于香港的身份认同啊之類的？哦，有嘅，其實係有嘅。因為咧係未必係一定係香港嘅身份認同嘅，而係咧佢喺嗰個想像方面咧，幫你製造咗一啲空間啊。有一啲本身你可能喺個腦度諗到出嚟嘅一啲意念啦，你未必係咁完整嘅，未必咁 visualize 到出嚟嘅。但係咧，你可能你就描述俾 AI 聽，然之後咧佢幫你 visualize 嗰個畫面出嚟，去形象化個畫面出嚟。咁反而咧就有對於你自己去創作整個作品咧係會有幫助嘅。即係譬如話我製作呢個 nursing home 嘅時候咧，其實我係咪每一個畫面都係由我自己個腦嗰度去設計出嚟咧？都唔完全係嘅，而係咧我抌俾嗰個 AI，然之後佢做出嚟，跟住我睇下佢個效果，我覺得掂，然之後咧我再進行修改。咁有時咧其實係個 AI 話到一啲嘅 hints 啊，話到一啲嘅提示俾我，咁然之後咧我就原來應該係咁，跟住咧我就再進行去大量嘅修改咁咯。那 AI 就是我想就是比如 Nursing Home 用的主要是哪些模型？比如是一些谷歌的還是 OpenAI 的？因為咧 Nursing Home 咧其實係一個2年前嘅製作嚟啦。咁當時咧其實冇乜選擇嘅，唔係好似今日咁多選擇，又 Seed Dance 乜都冇嘅。嗰陣時咧，其實我主要係首先用 Midjourney 咧就係我嚟做圖畫嘅。咁然之後首先整一幅圖出嚟先，然之後用嗰幅圖咧去做一個 input 去做輸入，就俾邊個咧？就俾 Minimax 啊，即係海螺啊。即係都係國內嘅公司啦，海螺Minimax 嗰個模型，咁然之後咧去做運算，然之後 generate 嗰啲影片出嚟。咁當時其實都係得呢2個工具啫，就係 Midjourney，咁然之後就海螺咁樣去做咯。也就是就兩個 Midjourney 和國內的海螺，我也聽過。就是這兩個模型有時候會輸出和你構想的不一樣，但是你又覺得還可以，就拿去就可以使用了，當做最終的最終的輸出。有嘅，其實咧呢個係一個我都有時會係質疑自己嘅一點嚟嘅。你問得好好呢個問題，即係究竟當你用咗 AI 工具之後，嗰個係咪真係完全係你嘅作品咧？我都有少少懷疑，因為點解咧？因為當我譬如話我作出一個 input，我揾一個提示詞，或者係一啲打咗好多字落去，叫佢點樣做嘅時候咧，最後佢做咗另一樣嘢出嚟。咁但係嗰另一樣嘢出嚟咧，可能我唔係 generate 一次啦，而係 generate 10次、20次、30次，最後出嚟咧，可能揀到其中一個嘅版本咧，係比我自己想象出嚟咧係更加好嘅。咁所以最後咧，我就會揀咗佢整出嚟嗰個版本出嚟。咁所以究竟呢一個用咗 AI 之後嗰個作品，究竟係咪真係完全係我嘅作品咧？我其實都有啲懷疑嘅。不過咧，其實又唔可以完全咁講嘅喎，因為當你如果你譬如話畫畫啦，用painting
傳統嘅畫畫嘅方法啦。就算你畫得幾好都好啦，你每次畫都唔會一樣嘅。你話對攞一個畫紙出嚟喺度畫，其實每一次咧你都係畫咗唔同嘅嘢。你其實咧係會隨住嗰個畫嘅情況咧係會作出改變。咁所以咧呢一個隨住嗰個工具嘅發展，工具引導你去改變啦。究竟係咪你作品嘅一部分咧？我到而家我都覺得係一部分嚟嘅。但係當 AI 如果繼續發展落去，越嚟越犀利，越嚟越自動化好高嘅時候咧，究竟仲係咪咁嘅情況咧？我都唔肯定，暫時都仲係咯。但係再繼續落去係咪咧？我就唔係太清楚啦，係啦。即係嗰個仲係咪人嘅作品咧，定係 AI 嘅作品咧？即係慢慢嗰個界線會好模糊啊。对，是很模糊。但2年前，如果是2年前作品的话，其实人的劳动还是挺高的。就比如说2年前的，就是1年2年前的视频模型嘛，生成模型，其实我遇到有一个挑战是，场景、人物还有叙事很难有一个coherence 一致性的问题。你是怎么处理这类的挑战的？嗱，每個其實咁樣嘅，即係每一個嘅作品咧，佢個要求都唔同嘅。咁啱咧，就係剛剛啦嚇，我個作品 Nursing Home 咧，其實佢嗰個一致性咧，個要求唔係咁高嘅，唔係咁高。咁所以咧就變咗我反而咧就可以等佢唔一致。但係當然啦，最後揀選嗰個片出嚟啊，揀選個影片咧，都係要靠自己嘅眼光去揀選咯。即係譬如話Nursing Home 係一條2分零24秒嘅影片啦。咁咧就其實我係後邊 generate 咗1000條，每條6秒嘅影片出嚟嘅。即係總共係遠遠超過2分零23秒嘅。遠遠超過2分幾鐘嘅。咁咧我就會喺嗰好多1000條嘅片裏邊咧，就係揀，不停喺度揀，同埋咧究竟邊啲先邊啲後咧，都會對於嗰個表達係有唔同嘅。即係你可能整咗出嚟，佢係嗰個一致性唔高啊嘛，變咗咧嗰個 variation 好大啦。咁咧就會整咗好多奇怪嘅嘢出嚟，奇怪嘅情況出嚟。咁咧就你會將佢點樣去編輯啊，同埋排列啊。咁其實呢度咧，其實都係用大量嘅即係努力啊，即係大量嘅勞力啦去做嘅。咁但係會唔會話過而家最新嘅技術，或者再過多幾個月之後，已經係連呢個都可以用機器做埋咧？呢個我就唔知道啦，係咯。对，好像最近的几个月，我看过你那个在 Facebook 上发的 Roman Wall，就是有个奥巴马当主角的那个视频。对，那个处理的一致性，我感觉挺好的。嗰個其實都係2年前整嘅。咁咧就其實當時嚟講已經係覺得好有趣啦，即係嗰樣其實純粹係一個實驗嚟嘅啫。而家再整一次咧，當然係會做得更加好啦，係啦。係啊，即係所以嗰個一致性嗰個編排咧，其實都係要用好多心機去了解咁樣。对，我想想，就是你之前是在香港，现在在英国，这两个地方的经历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思考在作品中？有啊，其實你睇我嘅網站咧，都會發覺其實我有好多係反映嗰個英國同埋香港之間嗰個身份嘅矛盾啊，同埋中國嘅身份嘅矛盾。因為其實咧，我本身係好中意讀中國歷史嘅人嚟嘅，即係中國嘅歷史我係好熟悉嘅。咁中國文化我亦都有啲了解嘅。咁咧就作為一個即係中國嘅香港人，就嚟到英國。咁但係同一時間又覺得自己係一個香港人。咁咧其實嗰個 identity 嘅 conflict 啊，即係嗰個身份嘅矛盾咧，其實係好複雜。即係咧，而且咧
當你喺生活上遇到一啲挫折，或者生活上遇到唔同嘅事嘅時候咧，係會不停喺度變化。即使去到今日啦，我都會有一啲新嘅諗法出現。咁所以咧，其實係一件好有趣嘅事，即係呢幾個唔同嘅身份啦，係同埋我而家嘅情況啦嘅處境啦，其實係有一啲新嘅養分去做一啲新嘅作品出嚟咁咯。嗯，就是我也有这两地的经历嘛，因为我在上海长大，然后20出头的时候就来英国了，然哦，后再读到博士，然后我是觉得一开始我一边倒的觉得就是中国大陆那边威权啦，言论不自由啦，然后现在我感觉其实都是一个很复杂的共同体吧，很复杂的系統，兩邊都是。英國這邊也不是多自由吧，我感覺。啊，係冇錯，即係其實咧，有好多香港人，尤其是呢幾年這幾年移民過嚟嘅人咧，其實佢係追求自由而過嚟英國嘅，但係嚟到英國就發覺其實有好多嘢咧，其實都唔係想像中咁自由咯。咁每一個地方都有佢嘅好處同唔好處咯，咁我哋唯有都係去適應嘅啫。咁 Yundi 你係咪都係諗住完成咗個博士之後都係返中國嗰度做工作啊、教書啊咁樣咯？嗯，是的，我反正準備讀完博士，我也不知道去哪兒，反正我現在不知道。我比較好奇的是，因為就中國和西方模型其實都有一定的政治正確吧，我可以說一些規則，有沒有用不同的國家的模型的時候考慮過這方面的問題？就比如會考慮自己的輸入端可以輸入哪些東西，然後模型會輸出哪些東西？哦，我自己就你嘅意思係大型言語模型 LLM 啊？其實我就冇考慮咁多嘅。當我用一個 AI 嘅時候咧，其實就係我覺得嗰個嘅 AI 系統係可以做到我想做嘅嘢就用㗎啦。因為其實大部分時間咧，你係唔會觸發到呢啲所謂嘅大型言語模型嘅一啲嘅言論嘅禁區嘅，大部分時間都唔會。你唔會不停喺度問DeepSeek 關於一啲政治敏感嘅嘢啦，調翻轉反過來，你亦都唔會不停喺度問 ChatGPT 一啲美國政治敏感嘅嘢嘅。咁所以咧，其實大部分我哋日常生活99.9%咧，都同呢啲嘢係冇關係。對對。就是不同的模型，我可以很明顯感覺到，就國內的還是國外的模型，都有一定的自己的審美的同質化吧。但是我可以感覺到，有時候我在社交媒體上能感覺到他們發的一些作品，我能一眼看出來是來自哪個模型。但是在這些模型中，你是怎麼保持自己的風格的？因為咧，我用嘅當時我做 nursing home 嘅時候咧，其實係冇乜選擇嘅喺text to video 啊或者 video generator 上邊咧，其實係冇乜選擇嘅。當時只係得2至3個嘅 model 係可以用嘅。咁所以咧，當時我都冇想像諗咁多，覺得邊個係我可以用嘅，邊個我可以做到嘅就去做咯。同埋因為我 nursing home 咧，其實係一個比較political neutral 嘅作品嚟嘅，即係佢其實唔牽涉任何嘅政治嘅性質嘅。咁所以其實我都試過用 Runway 啊，或者係其他嘅video generator 去做嘅當時。咁其實出嚟嘅效果咧都係差唔多嘅。咁但係海螺咧當時個成本係最低嘅。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考慮，因為係一樣好貴嘅嘢嚟㗎，即係整一啲影片係好貴嘅。
咁所以咧，當時我就決定用海螺啦。海螺即係 Minimax 啦，當時係有一個月費計劃嘅。嗰個月費計劃咧，你俾大概$100到啦，就可以無限去用嘅。咁所以我喺嗰個月度瘋狂喺度整，就係咁樣咯，係啦。对，模型确实现在都涨价了。係啊，对，模型的使用额度，比如 usage limit 和那个花费的成本，有没有现在还在影响你持续創作和工具選擇？有啊有啊。其實我都想繼續用 AI 去做一啲 video work 嘅。咁但係咧，而家去用 AI generator，即係 video generator 咧，好貴啊，個成本係非常高。譬如話最新嘅 Seed Dance 啦，係講緊10秒係講緊10蚊人民幣咁樣啦，10元人民幣。咁如果要用到 Seed Dance 嘅2.5咧，係講緊個價錢係再高10倍咁樣。咁咧，我作為一個探索性嘅藝術作品啦，我唔係真係有一個盈利模式噶嘛。我整完出嚟之後，唔係會有一個收入噶嘛。咁所以當我係去選擇嘅時候咧，就會有限制咯。我唔可以不停喺度試錯，不停喺度 test trial and error，做唔到呢樣嘢。2年前咧，佢嗰個月費計劃係任用 unlimited 嘅時候咧，我係可以不停喺度試錯，不停 trial and error，trial and error，不停喺度做嘅。但係而家個成本太高咧，我就做唔到呢樣嘢咯，變咗係有啲可惜咯。我而家都諗緊有咩方法去解決，定係我應該自己買一部電腦翻嚟自己做啦。咁我而家都考慮緊嚇，可能自己買部電腦翻嚟自己整咁樣。就是模型，我对就是我对艺术界不是特别了解嘛，所以我比较好奇，就是现在的生成式 AI 产出的作品，会不会根据一些展览或者是杂志编辑的要求去調整作品內容啊，還是風格之類的？唔會嘅，唔會嘅。通常咧就藝術，即係譬如話一啲大型嘅展覽，譬如話Royal Scottish Academy 啊，或者 Royal Academy 咁樣啦。咁佢就會寫明你需唔需要 declare 嗰個 work 係咪 AI 做嘅，係咪 AI 做嘅？咁有一啲嘅展覽咧係要求你咧去講明你個 work 係咪用 AI 做嘅，有啲咧就唔需要嘅。咁所以咧就當你去參展嘅時候咧，只需要咧係你去睇清楚嗰啲條款，你需唔需要 declare 個 work 係咪用 AI 做就可以啦。咁如果你講嗰啲咧，其實就係一啲叫 commission work 啦，即係意思係人哋已經係有一個意念或者係有一啲題材係想做嘅，然之後俾一個費用你，俾錢你，然之後叫你去做，咁先至會根據佢嘅要求去調整啦。但係大致上咧，英國其實都係好編輯自主嘅，即係好能夠你自己想做乜嘢作品就做咩作品嘅。咁所以就我冇遇過咁嘅情況啦。即係我而家喺英國呢3年幾啦，3年左右啦，我展出過40幾接近50次啦，都未試過呢個情況嚇，未試過。太厲害啦！唔係，真係都係貪得意玩下啫。這個你是如何挑選展覽或者是一些畫廊啊之類的？對於一些自己AI 藝術作品，有沒有一些自己的標準去挑選合適的展覽？因為咧，其實我係冇接受正規嘅藝術教育嘅，我唔係一啲藝術學院畢業啦。咁我自己都畫到識畫，我都可以畫到畫嘅，但係我畫得好差啦。咁所以咧就我本身係電腦系畢業啦。咁變咗咧，我就係如果喺藝術界咧，我哋有一個 terms 嘅，有一個 terms 叫 outsider，唔知你有冇聽過 outsider？
Outsider 咧，其實聽過。係專門形容好似我呢啲咁嘅人嘅，就係咧佢係冇接受過正規教育訓練，但係就走咗去參展一啲大型嘅展覽咁樣咯。咁就我自己就冇咩揀選嘅。其實我總之我喺網上邊如果話揾到有咩機會，有咩展覽嘅機會啦，咁如果係唔係太困難嘅，即係唔係個成本太高，又或者係我自己係可以應付得到嘅，咁我就去參加咯。咁其實係啦，我自己就冇乜嘢特別個人偏好去揀選嘅，咁係就係咁啦，係啦。好的，我还想问一下，比较好奇，就是因为现在模型提升的能力很快嘛，有没有感觉有一个模型刚发出来，然后能够实现自己之前实现不了的画面，也会觉得哇，我的创作能力也跟着提升了，这种有啊感觉。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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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t Dance 係好犀利啊！Sit Dance 即係國內嘅Sit Dance 係好犀利，即係我諗佢嘅點解咁犀利咧？係因為佢係抖音嚟㗎嘛，佢係擁有，因為我作為我係做 AI 啦，我自己本身都係電腦系畢業啦，我都有一定嘅認識嘅對於啲背景，佢嗰啲training data set 咧係唔同嘅。即係喺譬如話外邊runway 或者係其他做 video generator 嗰啲模型啦，佢哋通常都係用 YouTube 嘅啫，或者係其他一啲係好容易可以 download 落嚟去做嘅一啲影片去做 training 嘅。但係咧，如果係 Sit Dance 咧，我懷疑即係我純粹我個人嘅估嘅啫，我個人揣測啫，就係佢可能就係用咗抖音去裏邊嗰啲影片去做 training 嘅。抖音裏邊嗰啲影片咧，其實個質素係好高噶嘛，尤其是係短視頻嗰度，喺短視頻度，咁所以變咗佢喺嗰個鏡頭嘅切換方面，嗰個鏡頭咧，唔同嘅鏡頭切換方面咧，Sit Dance 咧係做得好好，同埋佢嗰個物理系統啊，唔知你有冇見過 Sit Dance 做一啲打交嘅影片出嚟啦？咁嗰啲嘅物理系統咧係好似真人嘅一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將來即係有一個 video generator 係能夠統治地球嘅話咧，就應該係 Sit Dance 啦，係啦。对，我也觉得，就是年初的时候，只有上一代 Cadence 刚出的时候，我感觉就 amazing 嘛，太厉害了，这个模型。係啊，冇錯冇錯，係好犀利。但係如果你話做藝術創作係咪要用Sit Dance 去做咧，我都有少少懷疑嘅，因為咧譬如話我如果用翻2年，我做 nursing home 啦，我2年前整㗎啦。如果我將2年前 nursing home 嗰啲 pom 嗰啲提示詞咧，將佢擺喺最新嘅 Sit Dance 或者係其他最新嘅 video generator 嗰度啦，出嚟個效果咧反而係冇2年前咁好嘅。即係會出現咁嘅情況，變咗咧因為藝術係一樣你係要攞個感覺啊嘛，要攞個感覺如果你話要畫面清晰嘅，其實嗰樣就係變咗電影啦，就唔係藝術啦。咁所以我哋係咪即係如果純粹做 artwork，係咪需要用最新嘅模型咧？最新嘅 video 嘅 generator 嘅模型咧，我覺得就唔係嘅，反而可能係用翻舊幾個月，或者係甚至1年之前，甚至係有啲模糊嘅，甚至咧就係嗰一致性唔高嘅，即係你每次輸入一個提示詞，佢出嚟嘅效果可能係次次都唔同嘅，反而嗰啲咧其實係會嗰個對於嗰個藝術嘅創作係會有幫助嘅。对，嗯嗯，我想想该说啥？慢慢來，不要急，不要急，我啊有很多時間。啊，嗯。
就是因为当多个模型还有多个媒介一起创作一件作品的时候，你是怎么协調它們，然後界定自己在創作中的位置？呢個問題咧，我又冇好深入去諗過喎。因為當你製作一個作品出嚟嘅時候咧，其實你最後係想睇到佢個 final work，想去做到最後你想像佢完成嘅一個作品。最後個 final touch 係點樣嘅啫？至於我自己究竟成個過程嘅參與度，或者係我自己究竟係點樣去達至咧？其實好多時係我自己之後睇翻先至知道嘅，因為咧尤其是AI 影片啦嚇，咁其實好多時係做咗好多垃圾出嚟，即係嗰啲影片其實個質素係冇意義或者係好低嘅。咁我其實所以我唔可以每一次去整嘅時候咧，都會好詳細咁樣記錄低究竟我做咗啲乜嘢咁樣咯。咁直到嗰個 work 真係出嚟個效果好啦，然之後去提交一啲重要嘅國際嘅展覽，而入到圍之後咧，就調翻轉就會諗下當時點樣做到㗎啦咁。所以當時其實係冇考慮呢個問題嘅。我想的問題都差不多問完了，那就是你這邊有沒有想進一步討論的，或者是想問的？哦，係咪你訪問咗幾多個嘅 artist 啊？你訪問了多少個 artist 啊？到目前為止，就嚴格來說大概差不多5個，算上能稱得上 artist 的差不多5、6個吧，然後其他的都是一些普通的使用者。但是我覺得在 AI 藝術中，嚴格來說沒有什麼 professional 和 non-professional 的區別，所以我就總共訪談了已經11個還是12個，我記得。你諗住最後係訪談幾多個？你打算最後訪談多少個？就是沒有固定數目，因為我是還是手工編碼嘛，覺得這數據飽和了，我就停止訪談。現在差不多接近飽和，我也不知道，可能還得再訪談個。我也不知道，看看，因為我得邊寫論文邊看有沒有數據飽和吧。明白。我純粹好奇，所以問下。可以。我先停止這個錄音，感覺可以停止 recording 先。好的。